Hello，你好，我係 Ernest，係 Financial Partners 嘅大中華區董事。咁啊，連升咗6日之後咧，其實港股即係今個星期出現翻小幅嘅回調啦嚇。咁就都我相信嗰個回調都好正常，因為最主要今日即係回調得大少少原因都係內地公佈嗰 PMI 就超過預期啦，同埋尋晚歐美股市都跌咗起碼2至3%到啊。咁所以今日即係跌翻落去都正常，尤其是講翻嗰個即係回吐壓力都唔算太大，因為嗰個成交都係萎縮緊嚇。咁啊，講翻10月嗰個嘅升市啦嚇，都升得幾凌厲咧，由低位見即係上到去上個禮拜五都講緊成4000點。咁我相信咧歸納有3個原因啊。第一咧就係話講緊嗰個歐債問題啦，一大隱憂嚟嚇，暫時又剔除咗啦。第二亦都要記得到之前嗰2季咧，因為好多嘅中資股嗰個嘅跌幅都幾大，咁所以嗰個估值去到10月頭都幾吸引，咁啊成為好多基金經理嗰個嘅中長線嗰個目標啦嚇，咁啊入翻市，咁啊你記得到因為之前嗰個基金嗰個平均現金水平都較高，咁所以咧喺即係10月呢個咁靚嘅位咧，即係補充翻貨，我覺得亦都係好正常嘅。咁去到10月尾，你記得到亦都係內地嗰個嘅政策開始吹翻啲暖風啦嚇，可以咁講。咁啊宏觀調控啦，佢哋亦都公布咗係稍為適度嗰個微調啦。咁啊好明顯就係話針對翻一啲中小企啊，或者一啲重大嗰個嘅基礎投資咧，佢哋會有一啲嘅傾斜，同埋佢哋基本上嚟講咧，第4季好大機會嗰個嘅通脹幅度亦都會有所嗰個嘅減輕，咁所以咧其實整體嚟講咧，即係支持翻即係民間嗰個貸款嗰個嘅現象，亦都會可能有所改善嘅情況咧。咁我相信咧，如果冇乜特別太大嘅問題咧，滬深300咧有機會2500點到嗰個水平咧已經攞到個支持嘅。咁你話會唔會可以去翻今年即係稍為高嘅水平咧？因為今年高嘅水平都講緊3372，大約4月即係13號嗰日創㗎。咁我個人認為就係話，就算如果你話講技術分析先睇咧，第4季好大機會咧，先睇第一個目標就係大約2850至2950點呢個嘅位置度啦嚇。稍為理想，當然大家都希望升穿3000。咁但係至於譬如港股，如果跟翻個幅度裏邊嚟講咧，大約就即係先睇翻就係話守唔守得住最近嚟講呢個50天線樓上啦嚇。我相信整固咗之後咧，如果嗰個嘅資金回流翻個股市咧，可能會再升翻多少少啊。咁第一站就先睇呢個20500，咁啊再睇就21200至22000度呢個位。咁啊，但係大家希望就保持翻一個客觀啊。咁啊，整體嚟講，我相信今年裏邊嚟講咧，港股同埋即係香港嘅樓市咧，有機會嗰個嘅表現咧，仍然都接近呢個雙位數字嗰個嘅差距。